看世界 F1 仔，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要講一個非常有趣嘅主題。咁你哋又知唔知道中國咧有冇 F1 嘅車手咧？咁答案咧其實係有嘅。咁咧嗰個中國賽車手咧佢就係周冠宇啦。咁咧周冠宇咧喺 F1 咧都有7至8年啦。咁佢咧效力過嘅車隊咧都有2至3隊。咁咧佢第一次效力嘅車隊咧就係一個叫 Alfa Romeo 嘅車隊。咁咧佢嘅新秀賽季裏面，即係佢第一季去參加呢個 F1 嘅賽事嘅賽季，咁佢咧表現咧都中規中矩，都表現得好好。咁喺第二個車隊就係 Kick Sauber，咁佢喺 Kick Sauber 嗰度啫就夥拍 Valtteri Bottas 一齊去出賽啦。雖然咧佢哋攞唔到一啲好嘅成績，但係相信咧佢哋嘅駕駛技術都好好嘅。咁去到第三支車隊咧，咁周冠宇咧就選擇咗去法拉利咧去做後備車手。咁咧佢法拉利做後備車手都為法拉利提供咗一啲好寶貴嘅意見或者技術嘅數據。咁咧佢去到今年咧就做咗一個舉動，咁就係轉會到一個名叫 Cadillac 嘅新嘅 F1 車隊。咁可以由呢段文字見到，就係話周冠宇喺2026賽季咧參加join 咗呢個 Cadillac 咧去做一個後備嘅車手。咁 Cadillac 呢個車隊咧係一支美國嘅車隊。咁咧佢哋第一個賽季咧就會用法拉利嘅引擎同埋變速箱嚟去參賽，咁就喺未來就用自己嘅引擎去參賽。咁呢支車隊咧就係繼2016年賽季嘅哈斯車隊之後，就係首支新車隊喺2026年賽季就參加比賽。咁周冠宇點解會由法拉利轉去 Cadillac 咧？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問題。咁我個人咧就覺得咧，周冠宇轉去 Cadillac 由法拉利轉去 Cadillac 車隊咧係有2至3個原因嘅。咁我個人覺得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法拉利都係一個參加咗 F1 好耐嘅車隊啦。咁佢哋咧都有足夠嘅人咧去提供數據啦，或者去測試一啲車輛。咁其實可能周冠宇喺法拉利嘅價值都唔係幾大。咁而佢喺 Cadillac 呢個新車隊咧，因為新車隊咧係完全冇之前舊年賽季賽車嘅數據，咁所以咧佢哋就需要一啲有經驗嘅車手去做佢哋嘅正選車手同埋後備車手。咁可以見到 Cadillac 嘅正選車手就可以揀咗 Sergio Perez 同埋 Valtteri Bottas 啦。咁後備車手就係周冠宇。咁呢3個咧都算係喺 F1 裏面都好有經驗嘅車手，而且嘅駕駛技術都唔差。咁同埋第二個原因，周冠宇會由法拉利轉去 Cadillac 嘅原因咧，就係因為 Cadillac嘅車隊喺第一年咧都係繼續用緊法拉利嘅引擎同埋變速箱去參賽啦。咁就對本身喺法拉利做後備車手嘅周冠宇咧，會可以快啲去適應Cadillac 新車啦。第3個 point 咧就係周冠宇喺法拉利嗰陣時咧，因為都係做緊後備車手，咁就所以法拉利嘅車手咧都穩定發揮，所以就唔使太多去要換周冠宇上場。咁去到 Cadillac 呢支車隊咧，咁就可以萬一某一位正選車手嘅表現不似預期，咁咧 Cadillac 咧都可以換周冠宇去代表正選車手。咁喺 Cadillac 周冠宇都會有更多嘅上場機會。咁就係我都希望周冠宇可以喺 Cadillac 發揮佢自己嘅賽車天分啦，同埋駕駛技術。咁作為一個中國人，都好希望一個中國車手可以喺F1 比賽裏面可以發光發熱，咁就可以表演到俾世界各地嘅人睇。咁就
咁我今日嘅影片就差唔多結束啦。咁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就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咁如果你有興趣，我哋下一條影片咁都可以留意下我哋嘅頻道。咁我今日嘅影片就完啦，多謝大家。